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的9月15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79篇第1节到第9节，耶利米书第12章第14节到13章的11节。另外，罗马书第3章第1节到第8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信实。信实通常是指着我们对上帝的描写，也是以色列人对上帝的期待，更是得罪上帝开始进入苦难的以色列人对上帝的要求。但是人们总是忘记了，同样的这个时候，自己必须要对上帝忠诚。忠诚是与信实一样的意涵，但是对象不同。忠诚通常指的是由下而上的意思，一个要求；信实则是由上往下，通常指的是比较有权柄的一方对较弱势的一方的诚信。如同耶利米书的记载，上帝不但是对以色列人有应许，也对以色列邻国有所许诺，但不见得是正向的。今天的经文则是负面的，但是呢，在负面的许诺当中，又留下了正向的希望。耶利米书这样说道：上主这样说，至于那些邻国，因为侵占了我赐给我子民以色列的土地，我要从本土把他们连根拔除，我要从他们中间把犹大抢救出来。但是我拔除了他们以后，要再怜悯他们，让他们回归故土。要是他们诚心接受我子民的信仰，指着我永生上主的名发誓，正像他们教我子民指着巴力的名发誓，他们就能跟我子民共存，共享繁荣。要是他们不听从我，我就把他们连根拔除，彻底消灭。我上主这样宣布了。上主对以色列的邻国，就是那一些外邦的国家，事实上如同对待以色列一样，只要他们愿意躲归于这个上帝的名下，愿意跟随上帝，就必得到上帝的保守。若是没有，就可能遭受到处罚。耶利米书第13章第1到第11节，上帝透过先知耶利米，他用腰带作为比喻来告诉以色列人。圣经说，我要照样迫害犹大和耶路撒冷所夸耀的辉煌成就。这般邪恶的人民不肯听从我的命令，他们仍旧顽固邪恶，膜拜服侍别的神明，因此他们要像这一条腰带一样，再也没有用处。本来我要所有的以色列人和犹大人紧贴住我，正像腰带贴在人身上。他们要做我的子民，好让我的圣名受称颂、受尊重。但是他们不肯听从我。正如我们在前面一段所提到的，上帝用同样的要求标准来
要求以色列邻国，同时也要求以色列人，那些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应该要回心转意，紧紧地贴着跟随上帝，如同腰带紧贴着主人一样，这样才能领受上帝的应许。如同圣经也提到，上帝不偏待人，上帝真的用同样的标准来看待以色列人，跟以色列人的邻国，就是那个外邦。上帝赐下相同的应许，因为他是信实的上帝。保罗在写给罗马教会的书信当中也这样的提到，他说，照这样说，犹太人有什么地方胜过外邦人呢？割礼又有什么价值呢？事实上，各方面都有。第一，上帝把他的信息交托给了犹太人，即使他们当中有背信的，上帝就因此不信实了吗？当然不。虽然人人都虚谎，上帝还是真实的。正像圣经所说，你发言的时候无懈可击，你受指控的时候必然胜诉。如果我们的不义能够显明上帝的公义，那该怎么说呢？上帝惩罚我们是他的不义吗？我是照人的想法讲的，当然不是。如果上帝是不义的，他怎么能审判世界呢？如果我的虚谎能够使上帝的真实更加显明，更得荣耀，那该怎么说呢？为什么我还要被判为罪人呢？为什么不说让我们作恶以成善呢？有些人指控我说过这样的话，他们被定罪是应该的。保罗论到的上帝的信实是不会因为犹太人的罪而改变，更不会因为犹太人的虚谎而变成一位虚妄的上帝。然而，我们在周边的旁人会因为犹太人的作为猜想上帝的形象，但是事实上，上帝并不会因为所谓的选民的错误而变得不信实或是失去他的爱心。虽然我们知道也确信上帝不改变，但是保罗的话也提醒了当时候的犹太基督徒以及外邦的基督徒，我们要如何活出美好的见证呢？在生命当中见证我们所相信的，我们所传的是满有恩慈、怜悯，有丰盛慈爱，又永远不改变的上帝呢？对基督徒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，对未信的人更是重要，因为他们期待从我们的信仰生命见证中去看见上帝，去体会到上帝的信实。诗篇79篇第1节到第9节，上帝啊，外族人侵入你的领土，他们玷污了你的圣殿，使耶路撒冷成为废墟。他们拿你的仆人的尸首为物因，把你忠贞子民的尸体丢给野兽，
他们使你的子民血流成河，淹没了耶路撒冷，没有留下一人来掩埋尸首。我们四周的邻国愚弄我们，他们嘲笑我们，讽刺我们。上主啊，你要永远向我们动怒吗？你的怒气像火焚烧，要到几时呢？求你把愤怒转向不敬畏你的国家，请到在你不求告你的人民身上，因为他们杀戮你的子民，使你的住处荒凉。求你不要因我们的祖宗的罪惩罚我们，求你快快怜悯我们，因为我们已经丧失了一切的希望。上帝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拯救我们，为了你自己的荣耀来搭救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。恳求信实的上帝与我们同在，赐下你所应许的救恩，帮助我们活出美好的见证，活出美好的见证。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